就是讲啊到迄个12:15吼，咱就结束啦吼。因为我咧准备的时阵吼，我本来是想讲安尼，一个垃圾时间啦吼，因为大家要今仔日有食饭啦，这段时间拄好有一个空位出来，所以我开始去整理的物件是，我怎啊整理愈来愈济吼，我整理到70几张的 slide 吼，所以我是想讲，我就先安尼，咱今仔日人无济，所以咱会当用较对谈的方式啦吼，这真侪资料吼，大部分是客观的啦，我是家己 internet 掠出来的资料，我无要想着讲我到底是要讲啥，我也袂咧想。敢若可能有一寡我个人的意见的是较，啥物是台湾主体性吼？这个物件是变做我较有个人的意见。较第二项，咱的这个台湾文化转型正义甲复兴吼，我较有去思考过，这是较属于较精神点的。搁倒来遐大部分拢是迄个资料的介绍吼。所以咱今仔日较用迄个 interactive 的方式，假使讲。你若是感觉讲，对我的意见感觉讲迄个无同意，马上我停啦，咱会马上对话。因为我感觉即种的方法是会较比我咧家己一个而且咧讲较好啦吼。若讲无了的吼，若有得到我所敬重的如中丢落的英俊吼，咱后边吼，后边会当来继续讲好了也袂要紧啦吼。所以咱就先来讲即个台湾主体性，啥物是台湾主体性？我大家要讲看卖有？台湾主，无咱先来讲，啥物毋是台湾主体性？咱台北有啥物长春路啦，啥物北平路啦，啥物重庆路啊，迄敢有是台湾的主体性咱的迄个就明明是台湾的航空公司，咱拢讲啥物 Air China、China Airline，有时咱的外国人要去坐去台湾，我坐唔过去这敢有台湾主体性？这无嘛这足明显毋是台湾的主体性嘛无台湾主体性是咧讲啥？是咧讲啥？我想上简单的就是讲，上帝疼台湾人嘛，咱做台湾人，咱有存在意义嘛，所以咱咧做政策，咱爱用台湾人优先来做出发点。毋过，自咱台湾历史以来咱台湾人，包括咱的先住民，敢有互统治者甲咱当作人，当作优先来拟定即个台湾的政策所以咱用安尼来讲，咱就听明显，咱就听台湾这个就听惯。所以李登辉总统又提出一个讲法，就是讲台湾优先啦。咱就是台湾人优先。咱咧设计遮个政策的时候，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有主权独立的国家，伊咧制定政策的时阵，一定是啥物款？一定用个国民优先啊！所以人咧美国嘛讲说美国优先啊，所以咱即摆是讲，第一，先爱有台湾语文运动，就是台湾人优先，这是来讲20我咧讲迄个啥物咱迄个台语是迄个。南北朝迄阵所以战争走来台湾啦迄拢毋是即摆开始按台湾，走来南部啦，走来福建啦，福建走来台湾这拢足无主体性的，足无台湾人足无自尊心的一个讲法。伊就感觉讲好，咱台湾人就是过去就是咧做皇帝，遐贵族就是互拍败，走来遮台湾人爱安尼讲，客人嘛做爱安尼讲，讲伊拢是较早拢是北方的贵族，迄个是咱台湾人足无自尊心的一种的标准。现在较会最重要呢。第二点是咱台湾文化是爱做转型正义的。咱敢有外省的朋友？咱其他人，我有啦，我有外省的朋友。你会感觉讲咱台湾人，比如讲我用咱有参加同学会嘛咱拢有一寡同学会。我读淡江啦阮迄下阮有一个迄个企业管理会的即个同学会的咱，其实但是内面有人讲着台湾的代志，我来讲，今仔日来讲即个台湾文化转型正义虽然有人来我讲不要讲政治，因若走去啥物
什物僵尸啊，什物物件吼，看因的啥物物件铺遐拢袂要紧。啊，所以我会感觉讲，啊，阮少遐阮迄系是少数呢，外省人是少数，所以到尾变做安那。咱有关政治代志拢毋通讲，连台湾语言嘛毋通讲，啊，咱就知影讲，咱的台湾语言是足无平等的对待嘛，对无？啊，咱日本时代有迄皇民化运动，皇民化运动，恁敢知啥物意思？袂爱叫你改日本姓啦，当厝爱做国语家庭啦，安尼你才会当去读公学校啦，读公学校了。你较会当，若要做官啦，啥物公务人员，你较会当迄种待遇。所以阮兜迄梁姐你嘛知嘛，阮阿公迄阵有姓有一个姓，阮叫做啥那嘎达，那嘎达是啥物事我嘛毋知影，但是就是为着迄个配合迄个皇民化的政策，爱改做国语家庭，这就是咱的命运。你看国民党时代佢阿免讲，咱就是迄其实吼。国民党做的物件，伫联合国有一个定义，1948年，一个叫做啥物叫做 linguistic genocide， 语言屠杀啦。语言屠杀的意义是啥物？这毋是干那讲伫台湾发生的，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受着同款的遭遇啦。尤其是迄个过去苏联遐下骹啊中亚遐民族关系足复杂的。即摆去就是甲伊的文化甲伊消灭，读册人、知识分子甲伊，互伊台语，就足够知识分子较够学统治遮个语言嘛，所以伊就做官，但是伫报纸学校禁止使用因的母语，所以安尼造成啥物款结果？知识分子和下骹层的人民发展分裂。你就无法度人产生一个主体性，所以这两点毋知大家对我所讲的有啥物挑战啊无啦？我想这是我的意见啦兼且有一寡社会学家嘛有安尼讲过啦恁莫讲单听讲地长老讲迄就是正确的，无一定啦，敢有啥物回应？无无来过来。我落去，其实咱今仔内容有搁落来是较属于较客观的啦我大部分就是讲去 internet 掠一寡资料要讲啥物，我到讲时我嘛还阁无特别准备啦所以若听了无清楚，咱就当搁来讲是30年代就开始有论战，这个论战就是要到底。你台湾话要用安怎写？迄阵是1920，迄阵就开始有。其实中国的白话文读，古时的白话文读是比咱更较慢啦。咱比早13冬啦。伫1930年代时咧论战讲，到底要接受新的科技你总是袂当一直拢用迄个啥物支持啥物师傅哲也，啥物遐有诶无迄个。文言文去写新知识所以有一寡论战一个张五军伊就讲咱要用对迄个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就好一寡黄兆辉啦尤其是蔡培慧啦因拢是爱坚持讲咱是要写白话文，咱就爱用台湾话做主体来写白话文，所以迄阵30年代有一寡论战来，我会讲着文理化，我会讲着刊物，搁来即摆是进入去到即个影音自媒体的时代，啥物 Podcast 啦、YouTube 啦，有一大堆落去咱会讲着政策，咱即摆已经咱即个中华民国有可能较在地化了后，因为改做中华民国台湾好，还是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好，伊即摆会对即个语言政策有啥物款？搁落去，咱会讲着迄个法院，你讲政策无够，你爱有迄个法律来规定，安尼较会迄落去嘛这是啥物款？这是啥物圣经？这是咱台湾人的第一本圣经咧，是安尼咧，这是马太福音
拄则牧师有咧讲，咱咧读福音读圣经这是新港文啦新港文的即个的福音啦，福音书一边是古荷兰语，一本是新港文，所以因请咱得啦迄是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1624的时阵来到咱台湾1923的时阵，因去到因有嘛有一个叫做荷兰西印度公司，伊是去买纽约的迄个曼哈顿曼哈顿迄，所以同世代咱台湾进入即个国际现代的年代，实在是不止啊早来，落来看，这是啥物？新港文书这是地契迄当时就是讲迄个一边是写汉字倒边则写汉字，正边则写新港文。这个新港文书继续用要到150档到200档呢。所以一种文字，咱毋通讲看过较早咱原住民无文字，一种文字会当真做法律语言、契约的语言迄毋是讲凊彩咱一个啥物罗马拼音讲啥物物件用口语凊彩写，迄一个语言要进入去到讲当要用来写圣经要会当来写即个法律写较抽象的、较即种的物件，迄爱是毋是干讲我著用一个福音写就准算的所以咱台湾有人讲台湾人无文字，较会无文字，你契约就是用使用100-200档这是咱1985年咱的到1885年，1885年的即个台湾府城教会报咱毋通讲即份就是拢咧写即个教会消息呢，毋是呢。迄连迄阵迄个 Titanic 铁达尼号沉落去迄消息伊嘛有报呢迄阵中国还佫无报纸呢日本人入来日本人入来遐经过迄个巴克的牧师还是啥物件，安怎去含迄个日本人交涉，讲放互日本人入来杀死伤济人这安怎安排，这嘛拢有报呢爱用啥物文字写？地位字嘛，拢好势好势嘛。迄阵是台湾唯一就是讲按即个新港文较无去了后，经过几档，来讲16，经过200外档的时阵，咱嘛是搁有台湾的文字这个这是即摆是台南新人医台南新人医因遮有咧纪念即个巴克礼咱不是讲巴克礼，讲自16岁就写一个决志书我一生要专心献落主，决志，每一年的生日摕出来念所以伊来台湾替咱台湾，毋若讲福音，伊实在是带互咱台湾，毋若干那讲福音，是带来新的文明，新的知识这敢是福音我想这就是福音啦，咱毋通讲干那福音就是足保守我著接受上帝，信耶稣我得救其实迄阵台湾人欠的是啥物？卫生要求做歹对西方的这知识欠缺所以会当办即个报纸毋若干那讲福音，讲即个教会的消息犹原会当甲即个甲台湾按照即个部落文化、部落的遐物件遐清国时代迄阵还佫有咧食人、杀人的时代呢报纸嘛有报呢，有迄个记录呢，有食人，甲迄个番仔当做是好心肝去食这伫教会公报也有报着呢所以这敢是福音搁落来这毋是咧讲过我，这是咧讲过我后壁这幅图啦这幅图这幅图是啥物款？这是巴克礼咧操作即个第一台印刷机迄当时是差不多是中国嘛无印刷机这幅图是即个郭文雄长老，即个新店教会长老画伊即摆是咱台湾的长老教会一个艺术家团体
伊改成是做调一型的款。啊，我爱哦，你看这两张图吼，这是去当时互伊传单啦，你毋着看会清楚。遮有啥卜卦啦，啥物件啊，画甲足吼，还佫放迄个头毛迄个泥巴花迄种吼。啊，你啊看伊遮雕工画两个地图吼，迄个地球啦，两个地球吼，啊后壁是圣经吼。这是台湾的第一台的迄个印刷机吼，啊，这张图是因为迄个最近有编一个迄个台文通信30档纪录特刊，我拢排伫迄个咱教会册啊嘛排一本啦吼。啊，伊是讲因在咧编辑讲，啊，话你敢袂当每一个人拢爱交一张相啦？啊，我是讲啊，无我来去一张相吼，来互迄个特刊册来用啦吼。啊，这是啥物款？这是内外科看护学吼，戴仁修，传教士戴仁修写。啊，这是用啥物话写？这白话字写。啊，这几啊百页啊，分做4，吼，分做4大篇吼。啊，第一篇是这解剖生理学，吼。啊，第二篇是普通的看护学。啊，第三篇是内外科看护学。第四篇第三篇是外科啦吼，啊第四篇是内科吼。啊，迄当时甲读书本读就来去做医生啊嘞。啊，这啥物为伊写？白话伊写，所以咱即摆人咧讲哦，咱台湾人无文字，啊实在是你无讲即种话，人实在足无知识，实在是去完全去互外来政权国民党来洗脑，咱消灭。所以是即摆这是拢有文物，吼，这是我是我讲的，我这是有这客观的证据文物伫遮吼，咱毋是乌白讲的吼。啊，数学的，咱这个人读中英中学的人会晓的。啊，恁较早数学课本是用啥物字写？可能你是少年啦吼。较早中英中学刚开始的时阵，伊这笔传的初学是数学是用白话字写的课本的，哦。过来。伊这吼，这差不多中英中学是18班某创立的，吼。啊，这本笔传的数学是伫下门因就写，啊，所以伊较摕这个课本来。所以即卖的这个若要爱这个资料，本地这个较早期的教会史料吼，拢放伫中英中学内。啊，中英中学内面因迄拢保持甲足歹。啊，最近当啊伫即个台南新学伊的对面，伊遐起一间足撇的即个长老教会的史料馆。啊，因咧做感恩礼拜的时候，我有去参加，啊，伊嘛我阮拢会去看。啊，伊迄即摆，迄即摆台湾较好个吼，迄个资料中心拢是迄个啥物常温常湿迄种的吼，我足惊叫烂去，变做做人啊宝贵吼，所以咱若有吼，会当去遐看卖啊吼。啊，伊迄规个过去安尼百外当来迄教会公布的资料吼，即摆拢甲伊数位化。哦，若数位化，佮其他人读无，佮甲伊翻做汉字，汉俄安尼吼，啊，所以这是算真宝贵的这个史料啦吼。你啊吼，这李存兴，咱伫台北的人就知影有一个叫李存兴纪念教会，啊，恁敢知影这个人是啥物款人？吼？你可能也做对，可能也做对。啊，伊真个，伊是算即摆是中研院吼，中研有一个啥物历史特学的啥物所吼，该封做是咱台湾的第一位迄个特学家吼。啊，伊是厦门出世的啦，啊，介成20几岁搬来台湾吼，啊，毋过伊对台湾的贡献不止啊大吼，主要是做茶吼，伊细汉散车，啊，毋过含即个英国遐个做茶茶商吼，真有交博的吼，啊，所以以后变做大好个人，啊，伊就是提倡台湾白文运动，比乌色搁早13档，啊，乌色迄阵啊是个提倡即个白文运动的，
迄就是中国厉害，感觉讲啊，这爱文化爱改革啦，无会翘起吼。啊，所以就爱毋是甲讲推广迄个文字，其实伊后壁文字后壁遐是要介绍新知识，新的文艺啊，新的文明吼。啊，来这台湾青年，你啊看，这若日本的这个可能咱遮这个用中兄可能比我还了解了吼。The 台湾青年吼。文化拢足准的咧，爱搁加灌输咧，就台湾青年，啊，这是用啥物写？用白话写，创刊号，啊，这个年代是1920的年代啊。过来搁有一本台湾青年，虽然是同名，但是是无共款，因停刊了，这是1960较搁出来。啊，毋过因即摆王玉伫遐开始编的时阵，迄个文字就用日文，改用日文，啊，若日文了，改做中文。我惊讲啊，可能中文较侪人看有。啊，因咧反国民党的啊，伊咧是台独联盟的机关报啊，啊，去改做中文，啊，到尾可能有人看了袂堪，就讲啊，袂使啦，咱转恢复日文一半，中文一半，啊，佮尾仔转规个改做日文。这是我讲遮是咧讲啥物款？迄是伊后壁的，伊用无共的文字是代表无共款的社的历史背景。日本人拄啊来台湾的时阵吼，伊提倡台语，伊甚至编一本，互迄足够的迄个台日大词典，即摆咱还搁咧用，所以大生的时阵，伊并无禁台语，甚至拢甲遐警察啊、啥物件拢爱来学台语，啊，毋过到尾伊后壁，伊为着要去占南洋，伊有一个叫做东亚共荣科，就东亚共荣圈，迄种的概念出来，所以才开始推行国语政策，所以，这就是1920的时阵，因还未开始即个推行即个国语家庭嘛，所以就是用日文啦，过40年以后。伊到就开始推行即个，不过日本时代日本时代1945啦，1945，伊可能是按差不多1939年尾手啊遐甲开始禁台语啊，所以就是迄阵啊，就是咱台湾人本地是拢台语足好的，就来禁一波去，台语能力差去啦，无规矩用日文甲国民党时代1960的国民党时代像无逐个中文看较有，看外佫毋甘愿，讲我这是咧我统治，我就无爱用中文，佫改做日文，就所以这是咱台湾人的一种的主体性的一个咱内心对文化一种的分隔这三写的。咱可能会捌赖仁成牧师啦咱在座应该是还佫有人，敢有人捌赖仁成牧师？29岁公布内面足侪文学作品呢。咱台湾人的现代小说这毋是干那，这是中篇、长篇的小说，拢是用白话字写的可爱的修辞即摆拢收入，这拢变做咱。拢收入即个公立台湾文学馆，变做咱台湾的即个足重要的文物啦这送出版，台湾教会公报社出版可爱的修人可爱的修人伊个有一个叫啥？车内的百合花这嘛是算做讲小可宗教小说啦就写小说是说半人传教即种的文体。所以遮个资料会当若要看较详细，会当去遮看。咱今仔日咱就无去无时间咱就甲跳过。台湾文学馆的线顶的资料库
哦，佮出丝线，这是1926电溪判。电溪判牧师应该是东港教会，我去东港教会无会，敢是？李港教会。哦，李港教会，哈，我听讲一个从学甲会读书的一个牧师，啊，咱遮敢是有人互电溪判牧师迄个证婚呢？啊，伊咧困啊，无闲起来讲，啊，伊写着啥物款呢？伊写着18年的武装抗日的事件，啊，佫有讲着啥物？佫有讲着台湾历史上的巴克事件吼，啊，所以你会看讲，伊这是1926，哦，这表明讲日本时代迄阵啊，有若本时啊民主吼，有若无偌迄个专制啦吼，有若会当互有这无同款的声音出来吼。哦，伊去讲对台湾人的性格吼，真深刻的描写吼，所以这毋是干那讲，哦，人迄个文学价值吼。哦，出丝线，哦，或者有 YouTube， 啊，不然你准备一下，你这个当放来互听一下，啊，这有人即摆佫调工去甲伊录音啦，吼，啊，伊的即个主要内容，而且咱小可家己读册，吼，啊，等啊，不然你来听，你甲放一个迄个 YouTube 的声音，互阮听一下，吼，我到底是咧讲啥？出丝线，拄则电溪判。第一章有一个女子，台南市外一所在，古情真济，竹坡暗暗，不时树木青翠，百花盛开。逐日花鸟千千万万，像迄树顶叽叽啾啾，飞来飞去。爱听的人搁去听。煞煞，敢会当互我会当转？我遮个控制煞袂当。敢会当后一页 ？Next page。我遮煞袂当控制呢。明仔日咱这用起吼，这18年事件吼，余清芳有吼。我听伊讲，余清芳迄阵啊吼，用庆赛的时阵，日本人要斩鸡架头，啊，无啊，迄个伊的尸体无人敢去收啦，无人敢去收。啊，我是听阮士大人讲，我阿公吼，有甲伊有去甲用牛车去甲拖转来，去甲拖去，介绍拖去台啦吼。但即个故事我。无确实啦，我是敢听，这但是毋知内容这你有较有听着这个，你嘛有听过吼 ？OK， 啊，所以我的三节嘛有甲你讲过就对了，所以吼，咱台湾人受偌大的些外族的侵略吼，听讲个唐德昌啦，唐德昌即摆的这个石像，咱若是台南人，咱就知影吼，唐德昌伊本来是日本刑事啊。啊，到了国民党200了，用庆赛了嘛，放伫石像遐两三工，无人去甲伊收尸呢。啊，迄个啥物人，迄个画家，即个陈定波，吼，陈定波用庆赛的时阵，嘛伫遐无人甲伊收尸，到尾也是因某足勇敢的，甲迄个门拆落来吼，啊，较拜托因一个好朋友，陈定波的好朋友吼，较用门去做迄个担架，啊，去甲搬倒来。啊，搬倒来，即个人足勇敢，佮足有智慧。伊即摆佮叫迄个足专业的迄个摄影师吼，来翕迄个庆祝。啊，伊为着要来摄影师讲较会当专心的去翕片吼，伊佮比着迄个门窗的下骹，就迄个门板的下骹吼，啊，甲翕落来。啊，所以若看迄张相的人吼。到尾会发觉讲，遐个一支手，原来就是要甲摊起来，变做留足重要的一张相片。啊，即摆有人吼，即摆较少年的用这去
编一个秘诀吼。所以恁若讲咱少年的人，咱你是无清楚，比咱即代实在是吼，受38档的即个戒严法啦，咱即代头壳实在是，吼，去用洗甲较深啦，咱这少年的开始就本土教育啦，所以比咱头壳比咱较好。好，来，会当下尾，还阁是无法度。呀，无法度我就不要讲啊。不要紧啊，你到遮的时阵哦，看有啥物人来讲，等伊咧吵的时阵来。哦，刚才一篇，哦，我看。哦。你讲借阮听一下。哦，真水啊！啊，这吼，你的名哦，对，我无怪啊，无怪你的名学得遮好诶。哦，咱要得荣耀，咱要得荣耀。好，会使啊哈。好吧，会使。哦，个按名的目屎，我毋是按名的目屎，做台语开口，按名的目屎。这可能佮做迄个海洋文库佮定甲出来，吼，佮甲再版啦。你感觉我话这真有价值读吼，啊，所以因佮再版。这原来正确的国语运动，咱拄仔讲着，迄总督府吼推动这个国语教育，我有讲过啊。周政权吼是迄个语言大师的国语政策，吼，啊没收迄罗马字的圣经，学校媒体工作场合禁止使用台语，啊公文伫遮，罗马圣经罗马拼音圣经有违政府规定，啊当局就甲没收去。啊，所以这对咱台湾的教育偌大的损失。咱本地是拢用台语咧接受上帝的话，吼，拄则即个林牧师嘛讲，不是爱读圣经，但是你读圣经，你爱有语言，你会当读会了解啊。咱会当会当亲近的语言，就是咱自细汉咱老爸老母甲咱用的语言啊，吼。啊，即摆甲你没收去，即摆改用中文。啊！你一个语言改去，咱个生活背景拢变去啊！啊，你若毋相信，讲你即摆去读英语的，用英语的生活，伊会读的，含咱即摆的迄个生活，规个拢会走进去啦，无同款。这就是安怎较会，即个马丁路德吼，路德马丁吼，伊是安怎较会讲爱每一个有语言的族群。拢爱翻译因的圣经，啊，这是偌大的危险的。迄当时的社会是，即个读册人教廷，伊是用拉丁文，啊，拉丁文是敢若会当读，毋是 spoken language， 啊，所以你看一般的人，伊看足侪做事人啊，欧洲迄当时会当拉丁文的人偌济，啊，毋过吼，当时的教会。迄个教师吼，伊迄是因个 privilege， 所以你敢知影迄个 Wycliffe 是翻译英语圣，甲即个拉丁文翻译做英语的。啊，你是要学这英语圣经啊，我足上清的啊。结果伊安那呢？伊死了后，教会无放伊煞，佮甲伊蒙甲挖出来，甲伊鞭尸啊。啊，这我毋是我后面讲哦，这是我听，你若去查拢是会有哦吼。啊，即个什么人？即个马丁路德吼，路德马丁，伊要翻译做即个德国话时吼，伊爱走去美呢。伊是拄有一个贵族伫遐，啊，甲互伊美伫遐吼，啊，去来翻译偌好势。所以敢若讲要翻译圣经，因爱付出偌大的代价吼。啊，因的理念是啥物款？上帝疼世间人啊，毋是干那听讲恁较早用罗马字的遐个拉丁文的人啊，所以每一个民族，不管你偌人啊小族吼，拢平爱有迄种的稳定，当来读圣经吼。
啊，所以这点咱长老教会做得足好。咱台湾10几种的原住民的话，哦，咱泰雅语啦、排湾啦，啥物件，逐项拢甲翻做因会当读的语言。啊，这就证明讲啥物法？咱就是透过语言，啊，那牧师嘛不是咧讲，上帝存在透过 word， 啊，这 word 免咱会当了解，啊，检测会当讲哦，啊，就干那用迄个顺风啊、圣灵感动吼，你就了解。啊，毋是啊，伊嘛是爱有迄个教师吼，会当用理性的去了解的物件，啊，迄透过啥物啊？透过咱的母语。啊，拄则咱咧讲即个台湾主体性一点啊，我含咱信仰较有关系，就是讲，上帝既然听世间人，上帝敢有听台湾人？哈，啊，若既然有听台湾人，咱家己要治理的时候，咱敢袂当讲用台湾人的即个角度吼来制定咱的政策？啊，来到尾上搁较重要的是，上帝敢有听我？吼，不管我是我怎啊袂堪，会较听我。这是即个主体性的即个较深的论述啦吼，可能会当去讲的，会当讲足深啦吼。哦，这是当局，当局去牧修，政府当局去牧修台语圣经吼，啊，教会当局去交涉法团，啊，拢无讲当局是啥物人，哦，这拢无。加害者、受害者拢身份不明啦，吼，这就是咱台湾即摆的现实，吼，就是讲，若是要做即个台湾文化转型正义，可能会去伤着足侪人，足侪人爱为这付出代价。所以咱即摆就含含糊糊安尼过，啊，所以就是你也看这少年人，伊都毋知影过去咱的历史啊，啊，所以咱咧怨叹伊讲伊较要去投互柯文哲，啊，凊彩骂啊，对政府不满，啊，直接就有去啊。所以就是爱鼓励来听即种的，即个历史啦，来晓得了解。好，这是即个南音吼，南音的即个14写伫遮，啊，足侪迄当时的即个论证吼，拢写伫遮吼，拢伫遮有咧，可能毋是干那即本尔尔啦，还佫几啊本的14，咱佫有10分钟了，吼，来，哇！蔡培慧这个人足重要啦，吼！其实伊拄啊写用白话伊写10项关键的时阵吼，伊还佫毋是教会人，啊是到尾啊去到日本啊，互伊的兄哥来影响，伊才变做教会吼，教会人。啊，即马因为伊到尾啊，伊为着要推广文化，伊到尾加入国民党，啊，所以是一般较早大家评价吼。对个评价拢是较保留，啊，毋过即摆的少年家啊吼，拢互来当做英雄安尼啦，甚至即摆台南的迄个国立文学馆吼，伫台南啦吼，就上边仔遐，因有去互投票啦，投票讲因即摆即个所有即个台湾国立文学馆吼，保存的册，倒一本上有价值互投票，就是。蔡培慧的迄个10项关键吼，基本上有价值吼。但是蔡培慧啊，拢为国民党。对啦，伊就参加国民党。拢为国民党。伊就是彭明敏的阿舅。哦，彭明敏阿舅。啊，我讲的无毋对啦，伊本地加入迄个，伊早期伊是足尾啊，较细个，敢是安尼，对嘛吼？所以讲即点是真重要，就是讲真侪人无爱罗马字的人吼，无爱白话字的人，拢会攻击讲啊，恁这白话字甲教会内咧使用的尔啦，错误啊，无影啊，吼，你包括讲1920年，迄个台湾青年遐用罗马字，迄敢教会人，迄毋是啊，哦，遐因迄叫啥新民社是啥物遐人，迄拢迄毋是啊，毋是咱教会内的人啊，哦，啊，咱教会人一个足错误的观念就是讲。啊，咱的阿公阿嬷都毋捌字吼，啊，所以用白话字，错误啊，白话字就是字啊，吼，啊，咱去当时的数学、自然科学、吼，医学啊，拢会当用白话字写，你甲伊讲，因就是无知识的白话字，啊，所以
讲即种话的人，就是汉字大汉，无意识的中间，你受到即个国民党的洗脑，你有即个大汉沙文主义的思想，认为汉字才是字。其实咱教会内面咧读即个用汉字咧读迄个咧读迄个课言吼，足侪拢读啊意思读唔对去，吼是讲多啦吼。啊，恁都无去传，啊，人较有人会信。啊，咱来读册，恁拢无去传，较有人知，意思较唔同款。哦，伊汉字是用多啊多咱俩照白话字，还是讲你较有较捌的人，你讲这意思无共，恁都无去传，较有同啊，所以这个争吵就是遮。所以足好个咧，这是干我会想到一个例呢，哦，所以毋则讲学白话字是必要的。而且咱即个有人对即个现代咱的现代迄个台语圣经有较批评，吼，你讲你这安怎知那么好？迄拢是徛伫个人的感觉家己作好啦。咱一本圣经要翻译几啊十档，而且翻译圣经较简单，审查的过程足困难呢。吼，迄说审查有足侪审查，甚至人嘛足谦卑，讲你若有无妥当的所在。你就拜托，你就写来写个圣经讲话，咱搁来甲改。圣经嘛是，搁英文圣经嘛是共款，拢嘛一直袂歹是。所以即本圣经也去来，咱咧用的即个台语现代版的圣经，你去来看吼，伊也有注明讲，但是汉字和白话字的意思出入用白话字做主，所以我是感觉讲，咱教会。其实咱教会吼，我是讲咱是一间受祝福的教会，因为咱教会吼，介少和别间教会安尼相对讲啦吼，咱伫即个台语的即个运动，咱有出一寡力吼。搁对我会讲着，包括讲咱教会安怎来帮助即个世界台语文化吼，伫咱教会遮吼，包括咱即马一直拢。鼓励吼，咱这信徒轮流起来台仔顶读圣经、做主持，这就是台语运动啊。因为咱台语运动上主要是啥物？要提升咱台湾人的自尊心嘛、自信心嘛。你讲叫外省人起来讲，人讲啊，拢袂惊，拢袂感觉讲畏畏。毋过咧，咱讲台语的教会，要叫伊来台仔顶读一个台语圣经。大家足惊，唔晓读，这问题退出来，这敢有正常？这敢是有即个台湾主体化？咱丢了教会伫台湾，我是咱的信仰是伫定根伫本土即个福音要服务台湾人的福音所以是我讲这是咧陪伴我家己我毋。咱大家各位长老，咱毋通对号入座，因为咱这就是咱是群体一种的，一种的要哪讲？咱共款的共同的画面内面，咱所拄着的问题嘛，这毋是这到尾啊，就是用信仰的大家看的时阵，这就毋是讲这上帝咧救助咱，这就是讲咱来个想讲。上帝互咱伫即个情景的内面，伊要叫咱做啥物？用即种的积极的方法，积极的即个这文化基因迄个文化基因嘛遗传呢。你若讲去迄个学校问迄个一班内面白人、白人、亚洲人来讲有问题，伊白人伊毋捌伊嘛一直举手。咪，咱台湾囡仔拢毋敢讲起来，无啦，有影歹势啦，起来袂讲话歹势讲几啊？这是啥物款？这是咱的 self esteem 出问题啊！伊袂感觉讲我好，我是上帝的囝。你若做一个人，你连根本你感觉你的存在，你就是。有一个自卑感的时阵，你免让人批评啊，迄个心理就会产生问题啊。所以是，若讲较深入的，就是讲，
即个台湾人的语言运动吼，这就是要来解决吼，咱的台湾人的自卑感。讲一个较简单的，就是安尼啦。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啦吼。咱敢知影有一个较早，咱洛杉矶有一个团体叫做迄个外省人诶台湾独立促进会，吼，二蟒嘴拍个，啊，迄个人姓段，叫 James 段，会说叫做段进武啦，吼。啊，伊有写一篇文章啦，伊个外省人，伊屏东大汉的，啊，所以伊是屏东大汉的啊，所以伊台语有来晓讲。啊，写一篇文章就是讲吼，伊到尾啊，因为伊迄个国民党咧演讲比赛的时阵吼，拢互老师叫去演讲啊，吼，啊，讲伊感觉讲因遐同学吼，拢足自卑感的，到尾伊较反悔啦，吼，伊到尾伊有反悔。伊讲原来吼，我的即种骄傲感吼，我的即种骄傲感吼，是建立伫我的台湾同学的自卑感的顶头。所以你啊看，这是对咱的伤害偌严重。啊，而且咱足侪咱这阿公阿嬷拢袂要紧啦，咱即代恁来就好啊，咱后一代就好啊，无影。即种物件吼，会遗传啦，这个是文化基因啦，吼，这 cultural DNA。迄会传落去，传几啊代，迄袂无去啊，所以咱就是吼，爱拍拼吼，啊时间若拄啊好到啊，我就要无声，啊所以我所即个，我所尊敬、我所敬听的卢乡长了吼，你若敬，后边你甲佮安排一个时间放互我讲甲讲要即个让一个垃圾时间要甲消费，要等要食饭的时间，吼。上尾相片有啊，迄精彩拢是爱搁后来啊，即摆互看伊，逐个就爱来看，啊，袂搁足济。啊，咱即摆甲讲啊到差不多1/3尔吼，啊，袂讲到现代的落去，啊，即摆现代落去足精彩的。或者台湾迄个 Podcast 啦、YouTube 啦吼，哦啊，一大堆啦吼，啊，拢是较少年博个去啊。啊，所以咱是不是请这阿莫师来甲恁做食饭的祈祷吼？啊。我上帝感谢你，阮今仔日伫你面前敬拜时间后听道理，会当好好伫你面前领受你家己的价值，也特别对杨校长老，我也一直对台湾，阮台湾话的了解，阮知影阮是台湾人，阮的生命内面迄个 DNA 是台湾人，阮本身是你特别创造，你特别听，阮感谢你恩典对这话，互阮会当。搁较深明白阮家己的价值伫倒位，感谢你会斗顿示范，会斗顿互阮会当得到食物，得到享受，安尼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多谢杨光长老吼，遮尔精彩的分享。啊，若是咱大家吼对即个土地也是真有趣味吼。咱本来以前吼，第2礼拜是生命治疗，第3礼拜是生活工作吼。所以若是大家搁继续有趣味，要搁看这后半段的2/3，我会伫即个6月、7月迄个时阵的第3礼拜生活工作。今仔日即个工作是临时插出来吼。所以伊头拄咧讲剩的时间才叫伊来，要等食饭的时间才来，无啦，这足重要的，所以阮大家拢足爱听咧。所以阮还佫会继续吼安排1顿还是2顿，甲即个线好清楚吼，互大家了解讲咱台湾人咱过去所拄着的背景，啊，咱的语言、咱的母语的重要性吼，咱会继续。甲遮个资料互大家了解，多谢。咱边仔饭已经有啊吼。